喂，大家好，翻嚟現代三個字啊！今日咧有單大新聞就係阿習大大同阿特朗普咧就終於傾電話。咁咧因為呢單新聞都係新鮮熱辣出爐啦，所以就冇乜消息關於呢樣嘢嘅。我哋只係知道阿特朗普要求傾電話，咁就傾電話咯。OK，亦都可以補充少少，就係一晚前咧。凌晨2點，特朗普喺佢嗰個 Truth Social Media 就出 post， 2點17分咧就話我同特朗普好 friend 啊，佢係一個好好嘅人，但係佢亦都係一個好 tough 嘅人啊，好難同佢 deal 啊！喂，凌晨2點出咁嘅 post 嚟啊，即係話俾全世界聽，凌晨2點。你特朗普都好掛住習大大嘅 ，OK？ 咁嗱，而家就可以傾電話啦。呢單嘢咧就一出咗咧，就即係股市升啦嚇，即係有啲好消息。咁呢啲都見慣見熟啦，通常都係特朗普有咩有少少進展咧就升啦，咁然之後跌翻然後升翻，咁呢啲即係過去嗰5個月都係咁啦，都係唔係講呢單嘢嚇？今個節目咧，我就想講你而家面前呢張圖。咁呢張圖咧，我大概半年前咧就應該喺 X 啊，即係推特就有人出 post， 咁我覺得幾過癮，咁save 咗啦。咁然之後咧就有其他數據同埋其他圖嘅 ，OK， 咁亦都係顯示呢個世界主要經濟體、主要國家呢個發電嚇。Electricity generation total electricity generated in each country or region，OK， 咁嗰個單位咧就係 tetrawatt hours，OK， 最有趣咧，你睇下中國咧基本上係一支箭咁樣飛上去嘅，其他國家或者經濟體系咧，因為佢有個 European Union 㗎呢個歐盟27個國家咧打橫走，咁下邊咧你會見到俄羅斯啦、日本啦、南韓啦、英國 ，OK。打橫走，中國一支箭咁樣。咁點解咁講呢樣嘢咧？發電咁又 so what 咧？嗱，我哋呢啲研究經濟學嘅咧，對發電係好有興趣嘅。原因就係，喂，你搞經濟係要電噶嘛，係食電噶嘛。咁你淨係憑電呢樣嘢咧，你係可以睇得到好多嘢嘅。咁其實10幾年前咧。即係講緊09、10、11、12年嗰段時間咧，嗰段時間就已經好多人就喺度出嚟討論點樣去測中國嗰個經濟增長咧，因為對佢哋嚟講，佢哋係唔信得過中國嗰啲官方數字嘅。中共話：喂，增長6%、7%、8%，唔信得過，我哋要用其他數據嚟 double check 去確實你係咪真係5%、6%、7%咁樣嘅 ，OK 唔緊要 OK 啊，即係揾其他 measurements 咯。咁呢啲 measurements 就叫做 measurement by proxy。proxy 嘅意思就係你唔係真係研究一樣嘢，你係用其他嘅數據，但係呢啲數據係對你想研究嗰樣嘢係有關嘅 by proxy。OK 咁你憑呢樣嘢就可以計得到你想研究嗰樣嘢 which in this case 就係經濟增長 GDP 增長 OK， 咁電係其中一樣嘢發電，另外有啲 proxy measurements 咧就係例如呢個廠房嗰個 productivity 呢個入口出口銷售車嘅量係咪先？即係每年或者每季銷售幾多車咁樣或者甚至乎啲人買樓或者啲借貸呢啲全部都係一啲 proxy 嚟嘅。咁但係發電咧係有趣嘅，係特別有用嘅。咁因為嗰個發電同埋你嗰個經濟引擎嗰個經濟增長咧係有一個好密切嘅關係。咁我哋就中意睇電嘅。OK 嗱，廢話少講啦，即係其實正話嗰啲都唔係廢話嚟嘅。咁但係即係而家入正題啦，就係。嗱，過去嗰30年咧，你有見得到係即係嗰個中國發電嗰個力度係一支箭咁樣嘅，好犀利嘅。OK， 大家都應該記得
90年代甚至乎2000年01、02、03年，即是2000年頭嗰幾年咧，即係我哋翻深圳或者去其他內地嘅地方咧，記唔記得好多地方咧啲商場啊或者嗰啲工廈或者嗰啲辦公室唔開燈啊，唔開冷氣啊，記唔記得啊？咁你即係去到啲黑掹掹又唔開冷氣咁樣，你會問啲人喂，啲點解咁樣嘅？咁啲人話其實係慳電嚇。節省能源，OK，唔係唔想開，但係節省能源。當時咧，即係嗰段時間咧，喺內地嗰啲廠，即係講緊即係華南地區、深圳、東莞啊，咁呢啲佛山嗰啲廠咧，經常都會停下電嘅，記唔記得啊？同埋咧，當時咧係一個禮拜係例如做4日嘅，開4日工，咁有1日咧係要停嘅，咁其實都係嗰句，因為要慳電。因為係唔夠電啊嚇，而家好明顯地係冇呢樣嘢啦。OK，咁同埋咧，你係睇得到咧嗱，你睇下呢個 graph 啦，你會見到 OK，由2000年開始咧就開始起飛啦。即係2000年嗰幾年咧，01、02、03年嘅時候咧都有問題嘅，但係你即係去到即係05年咧就開始真係向上走。咁即係我哋呢啲成日上去玩咧都其實都唔覺，即係嗰啲商場又唔開燈又成啊，因為越嚟越少咯。咁如果你即係喺上面做廠嘅，我諗你都即係之後都冇話停電呢樣嘢啦。即係之後你去到05、06、07年咧，嗰個電供應同埋嗰個可靠程度係提高得好犀利。咁嗱呢張圖咧係俾你睇得到嘅。嗱咁其實呢張圖咧可以講好多嘢嘅，咁但係因為時間問題，我就講重點啦。尤其咧呢張圖咧可以話到俾我哋聽，中國同美國嗰個分別喺邊度？因為你諗下，美國仍然都係一個好大嘅經濟體啦。OK， 即係如果你用 nominal GDP 去計生產總值嚇 GDP 嘅。咁美國仍然係第一嘅，但係如果你用 PPP 咧，中國係第一嘅。nominal 同 GDP 大家都應該知㗎啦啊！如果你唔知道，做下功課唔該。我過往節目已經講過幾次㗎啦。PPP 係準確啲嘅，因為你係計埋呢個 purchasing power，OK，exchange rate 同埋 purchasing power，PPP 係準確啲。咁但係如果你係傳統派，你想用 nominal GDP，咁 OK 唔緊要，你用 nominal GDP。美國仍然係第一嘅全球嘅經濟，咁你會覺得咦有趣喎？美國即係就算唔係第一就第二啦，但係佢嗰啲發電量係打橫走嘅，佢都幾犀利嘅，即係多過European Union 㗎歐盟㗎。咁但係佢打橫走喎，但係佢經濟即係過去嗰10幾年都話有增長啦，雖然冇中國咁犀利啦，但係都話有增長。但係佢基本上發電係打橫走喎。咁其實咧呢樣嘢咧，我就想今集去強調呢樣嘢，就係喺中國咁樣嗰個用發電同埋用電呢方面咧，好似啲火箭咁走咧，係因為反映到一個真實嘅經濟、實體經濟。真係有工業同埋生產製造業嘅經濟，美國咧就冇嘅。即係之前節目都講過好多次，美國佢而家係去工業化，佢嗰啲咧全部都係搞金融嘅。咁你憑呢張圖咧就去睇到美國呢個金融化咗嘅經濟，同埋中國搞實體實業嘅經濟，就係咁嘅分別。OK， 嗱咁亦都可以。帶到我哋去另外一個 point， 因為咧係咁啱Elon Musk 咧，阿馬斯克咧，大家都知佢而家就離開咗特朗普團隊啦，甚至乎有少少唔鋸添啦，係咪先嗱？但係呢啲嘢都係可以遲啲先講，或者你自己睇翻啲新聞。Elon Musk 咧近排咧就出嚟話，唔係話 Donald Trump， 雖然佢都即係有。唔係太強啊 ，Donald Trump 嗰啲政策啦。佢近排就強調美國應該繼續搞 AI 人工智能。咁但係搞 AI 咧係需要好多電嘅。咁佢咧就出嚟講，好擔心呢樣嘢，好擔心美國唔夠電用。佢兜面話嗱，我哋而家係同中國係競爭緊嘅喺 AI 領域，仲要係競爭得好激烈。OK，咁
如果我哋想維持少少嘅競爭能力咧，我哋一定要夠電用。原因就係你去 train 去訓練嗰啲 AI 模型咧，你係要用好多電嘅。train AI 模型大家都應該知咧，你係用啲顯卡、啲 GPU 去 train 啲 AI 模型嘅。咁嗰啲顯卡咧係好食電嘅，非常非常之食電，因為你講緊係幾千塊、幾萬塊去 train 啲模型咧，咁嗰度已經食好多電，即係基本上等於喺度掘加密貨幣差唔多，都係食好多電㗎。喂，咁如果你唔夠電，你即係 train 唔到你嗰啲 AI 模型嘅咯，咁你 train 唔到就落後咯，你咁咪中國贏咯，就係咁樣，好簡單呢個道理。咁佢咧因為有嘅擔心咧，就即係出嚟強調美國未必夠電用咧嚟緊。咁佢亦都有話，咁佢就呢個喺 CNBC 嗰度做訪問啦。咁馬斯克就話：我哋而家美國咧就分開3個限制啊，關於 AI 發展，我哋要解決呢3個限制咧，我哋就可以好順利咁樣去發展 AI 啦。咁邊3個限制咧？第一就係晶片，第二就係變壓器 transformer 啊 ，transformer 唔係變形金剛嗰個 transformer， 係變壓器嗰個 transformer， 即係變呢個 voltage 嗰種儀器。之後第3咧就係 power generation， 就係發電嘅能力。OK， 由美國嘅角度咧，設計同埋生產嗰啲顯卡，即係 chips 嗰方面咧，唔係太大問題，因為佢英偉達嗰啲 chips 咧都幾好嘅。Transformer 呢個變壓器咧，其實係最簡單嗰個，因為呢啲變壓器基本上係低科技嚟嘅，你只不過係整唔整嘅啫。咁第3咧就係 power generation 發電，呢個就係最難啦，對美國嚟講。咁馬斯克咧，佢為咗對佢自己嗰盤生意啊，因為佢有一個 startup 叫 XAI 嘅。佢起一個發電廠，咁呢個發電廠咧喺呢個 Memphis、Tennessee 嘅 Tennessee 省嗰度，咁起一個叫 gigawatt size 嘅發電廠。咁佢亦都話即係呢間廠係 for 佢自己啦。咁但係你 for 美國嘅 AI 工業咧，當然要有其他廠啦。咁佢亦都話未必夠嘅。咁如果而家嗰個 supply 嗰個發電嗰個能力唔大量增加咧，基本上去到下年啊，即是26年咧，26年尾咧就唔夠電用噶啦。OK， 佢亦都有強調話，我哋而家美國即係面臨呢個咁嘅發電嘅問題咧，但係同時間中國咧喺發電呢方面咧係做得好成功。咁我記得同大家講過，內地而家係有幾項嘅發電新科技，包括 thorium reactor， 我唔記得咗中文叫咩 thorium reactor。咁啱我哋喺內蒙嗰度掘到好多 thorium， 多 thorium 多到咧好似叫土啊嚇，金字邊土啊。呢啲 thorium 咧可以用4萬年嘅，哇真係犀利！即係4萬年咧，唔知人類可唔可以存在？但係 anyway， 即係總言之，我哋搞掂咗 thorium reactor 咧，呢啲咁嘅新嘅 cutting edge 嘅核電廠咧，基本上就唔使再靠煤，再靠原油啦。咁完全係能源自主、自給自足。而家咧，即係可以講嗱，即係呢個咁嘅自給自足呢樣嘢咧，能源自給自足咧，當然係將來啦，唔係而家啦。因為你發電廠無論係嗰啲 thorium reactor 又好，一啲傳統嗰啲即係傳統用油嘅 reactor 啦，雖然有一啲呢啲用油咧都係新科技嚟嘅，都係第3嘅代啊，即係 third generation 第3代嘅 uranium reactor 咧，都係新科技，但係都係用傳統嘅油去發電啦。所以無論係用油或者用 thorium 咧，呢啲核電廠咧係需要啲時間去起啊，起完之後你又要訓練一班技術人員、工程師去管理同埋去操作呢啲咁嘅發電廠。咁所以咧唔係話即刻即係下年或者2年後起咁多嘅，係講緊起碼5年、10年、15年，係都一個幾長遠嘅時間嘅。咁所以咧而家同埋嚟緊呢幾年咧，燒炭仍然係需要嘅。咁我就查一查今時今日中國發電咁用乜嘢方法咧？
仍然係 coal，仍然係碳。嗱，我而家 show 俾你睇啊！我問 DeepSeek 問佢哋而家中國發電係用咩方法，咁佢就噴咗呢啲嘢出嚟，大家睇下。第一就係碳，OK。第二咧就係 renewables 可再生能源。咁可再生能源咧有咩咧？有 hydro power 水啦，wind power 風啦，solar power 太陽能啦，OK。咁然之後第四咧就係 biomass 就係啲植物同埋生物去發能量啦，但係呢個少嘅。咁之後第三咧就係 nuclear 啦，核電啦，OK。咁核電咧正話講咗啦，有而家有兩大種啦，即係可以用嘅有兩大種啦，有傳統用油嘅，另外 thorium 啦，thorium 就係即係可以話過咗試驗階段啦，但係未去 scale up 做呢個mass production 嘅，亦都有核聚變，咁但係核聚變係仍然係理論上係研究中嘅。我諗嚟緊呢五年至10年咧，核聚變唔會係可以真係起間廠出嚟嘅。咁但係如果可以就當然哇正啦 ，OK。咁但係我哋即係保守啲，而家即係我諗核聚變係未必得嘅，嚟緊嘅5至10年。OK。咁然之後第四咧就係 natural gas 天然石油氣，有其他嘅但係主要4樣咧就係呢4樣。咁你會睇得到咧，用煤咧而家仍然係58%至60%嘅，但係呢個係2023年，我諗而家即係25年都係接近呢個啦，可能係降低咗少少嘅，可能係5%嘅嚇。咁但係就算係5%都係一半以上喎，都係多嘅喎嚇。咁其實都係嗰句啦，即係之前正話講過，係等緊 nuclear 核能 scale up 嗰個規模，可生產能源又係等佢 scale up 嗰個規模。即係大家都知啦，而家內地整啲太陽能板好平啊，整嗰啲大嘅風車嗰啲車輪嗰啲 turbines 啊。2年前我去內蒙，搭火車搭高鐵見到好多嗰啲 turbines，OK 好多嘅，但係都係要時間起。嗰啲 turbine 就即係貴好多啦，太陽能板就平好多啦，但係都係要時間起。咁所以咧 nuclear 同埋呢個可再生咧能源咧，而家係慢慢越嚟越多嘅。所以我哋會 expect coal 即係碳會越嚟越少，但係亦都係靠佢嘅，因為用咗咁耐，已經有一個 infrastructure 喺度，亦都係平嘅。自己國家可以掘好多出嚟。向俄羅斯、向澳洲又可以買好多。嗱，咁講翻美國嗰度，正話馬斯克唔單止佢用有其他組織同埋人物嘅，都話擔心美國發電唔夠，受到阻滯。咁同埋你始終美國其實可以 scale up 嘅發電科技咧係核電，因為佢哋美國 Westinghouse 傳統地整好多核電嘅廠啊，但係佢哋起核電廠得唔得呢？呢個又係一個大問號，因為始終你每個州嗰啲法例、環保組織啊、嗰啲原居民權益啊咁等等呢，好多嘢要顧及，好多 stakeholder 喺度有意見。你淨係做呢個 environmental assessment， 即係嗰個環保評核報告呢，你嗰啲呢都做幾年嘅，你即刻快脆起間廠，而家起，希望可以幾年後開製發電呢？呢個喺美國而家係唔得啦，冇呢隻歌仔唱嘅。大把人同你拗，大把人同你搞司法覆核，反對你呢個計劃。咁啊，所以我諗佢哋都知啊，起發電廠絕對唔夠中國嚟，佢哋會慢好多。咁憑呢樣嘢呢，呢個 AI 激烈鬥爭呢，我相信中國會贏。另外可以睇下呢張圖，呢張圖呢同正話嗰張呢基本上係一樣嘅嚇，即係嗰啲數據一樣，只不過呢張圖係嗰個設計唔同啦。咁啊見到嗱，中國而家有1萬個 terawatt hours，OK。咁啊，即係 more than double 美國啦，美國就4300啦。咁然之後第二個咧就係印度，因為正話嗰張圖冇印度，咁我哋而家見到印度原來係第3嘅。咁之後就 Russia
嗱呢張圖咧就冇計 EU 嘅，OK，正話嗰張圖有。咁啊係啦，嗱第四咧就係俄羅斯之後就係日本、巴西咁樣嘅。嗱咁啊，中國而家發1萬個 terawatt hours 咧，呢個就唔出奇啦。其實我都唔知道1萬夠唔夠國家用啊，因為即係始終人口多咧嚇。其實你諗下啦，即係中國人口等於美國嘅4倍，more than 4倍。咁但係發電量嗰度咧，基本上係2點幾倍啫喎。咁所以其實你咁樣計咧，即係憑人口計咧，我覺得中國嘅發電咧其實係唔夠嘅。咁同埋加埋咧，中國係多好多產業製造業喎，啱唔啱啊？但係即係我相信呢啲就喺上邊，阿爺實知呢啲嘢啦，大把高人喺上邊係計緊呢啲數啦。咁但係即係睇呢啲數據都係幾有趣嘅，係咪啊？Anyway，講到呢度先，下禮拜再傾，拜拜。